中學高一英語課程簡介。高一英語課程多樣化，同學有機會參加英語進階班、雅思培訓班、英語辯論、英語模擬聯合國，以及唔同類型嘅工作坊、活動、參觀，以及暑假期間嘅學術交流。英語進階班，英語進階班嘅對象係英語能力比較好，而且有志積極提升英語水平嘅同學，佢哋嘅主動學習性係相當之強嘅。高一嘅同學會參加兩大嘅公開考試，包括 TOEFL ITP 以及雅思 IELTS。高一嘅同學都必須參加 TOEFL ITP 嘅評核，評核嘅結果會作為校內測驗分一次，亦都會作用申請第3段英語考試面考。呢個表顯示咗過往嘅年份喺高一嘅同學考 TOEFL ITP 嘅成績都係有進步嘅。IELTS，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國際英語測試，係全球最多人考嘅英語考試，由劍橋大學英語考試院設計嘅。測試分有聽說讀寫4個部分，每項最高分為9分。喺外地大學通常會要求考生雅思英語水平係6分或者7分以上。咁點解要去學雅思 IELTS 呢？因為雅思考試係最具說服力嘅英語能力嘅一個證明，而且可以幫到同學更好嘅升學機會。由高一開始，我哋學校嘅英語課程就會滲入 IELTS 嘅元素，另外仲會開設課後 IELTS 課程以及暑期密集嘅課程，因應唔同同學嘅需要。成功達標嘅同學可以申請豁免校內英語嘅課程。而本校雅思成績嘅表現可以睇到呢個表，我哋都係持續嘅進步嘅。以下係多姿多彩嘅英語活動，包括有我哋學校嘅 English Day、英超同學去迪士尼嘅活動，以及校際演講比賽。仲有我哋會去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參加交流活動同埋模擬聯合國嘅比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直接聯繫你哋嘅英文老師。多謝各位。